后来热天到了，耍水都要注意安全。昨下晡，屏东三地门的旧桥骹有5个囡仔来渡水，当时是一个姨丈带5个小朋友去遐耍水，想袂到5个囡仔竟然是一个接一个来渡水。4个小女童是轻微去砸水砸着伤，但是11岁小男童救起来时阵已经袂赴了。讲原底就是为着要帮这个小男童来做生日，才会带去海边耍水，想袂到生日变忌日。消防局讲，这个所在的水深落差真大，可能就是因为安尼，才来发生着渡水的意外。民众真紧张，也有热心的人冲落水帮忙，因为5个囡仔伫遮渡水，消防人员赶到位救援，其中一个11岁查甫囡仔救起来了后已经无心跳，紧急送病院。卫生也无救回来，伊拄伫急诊室外面痛哭失声，真自责。很可爱，今天他生日哎，对啊。这古水查甫囡仔17要过11岁生日，想袂到生日变忌日。意外发生伫17日下晡，伊丈带这查甫囡仔，甲因2个小妹，也阁有2个表小妹，做伙去屏东山地门大桥的耍水。想袂到哥哥看到表妹突然间渡水，想要去救伊，却不幸渡水死。另外4个查囡仔是小可击伤。刚好在疏浚啊，所以它在中间的部分比较深，可能有到2-3米，所以可能小朋友在玩水的时候不小心靠近中间，然后可能太深了才会造成溺水的案。消防局嘛表示，这查甫囡仔渡水的所在，过去5冬来拢无发生过意外。要提醒热天到啊，家长一定要特别注意囡仔耍水安全。